香港世紀沖天大火災發生之後，有啲喺社會擁有話語權嘅人搖身一變，似乎乜嘢都識，未等專家調查就判斷香港運用多年棚架上嘅竹枝係火勢迅速蔓延嘅主要因素，誓要除滅地盤上每一支竹咁樣。香港以至華人聚居處，經常以竹作為建築材料，源於取材方便，竹仲具備輕巧、堅韌、易種植嘅特性。此外，華人喺文化層面上為竹賦予深厚意義。今次附庸風雅，回顧文人點樣詠竹，還望減少某啲人目前對竹嘅排拒。中國古代文人將正直、有節、虛心、堅毅呢啲品性投射喺竹之上，我哋好容易想象，咁係由於竹嘅形態使然，佢正正係筆直一節一節生長，內裏中空，韌力非凡嘅。文人以竹為高潔，唔似過宋朝。南宋徐廷雲詠竹裏面講：未出土時先有節，變靈魂去也無心。正正把握竹有節中空嘅形態作為相關語，投射人嘅有節氣，不懷二致。著名嘅詠竹者包括北宋蘇軾，佢喺《于潛僧陸雲軒》一詩寫竹，其中幾句話：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事不可依。世稱東坡肉嘅鄧珠玉，因為蘇軾馳名，可見佢鍾愛品嘗美食，而自然寧願唔食肉，都唔可以住喺無竹之地。後人可以話呢個係文人嘅空話，但係如果唔論寫作動機，蘇軾喺詩裏面展現佢關注精神層面嘅事。人瘦尚可肥，俗事不可依。身軀肥瘦可以改變，但係為人淺俗冇得依。文人所謂嘅俗，難免有階級觀念。俗同雅相對，而雅往往係知識人先至可以掌握嘅。今日教育普及，資訊流通，典雅事物唔再係權貴嘅專利，反而由權貴組成嘅集團，有時仲呈現當今尋常百姓都覺得俗不可耐嘅醜態。例如有隊伍臨近災場，背後仍然火光熊熊，眾多居民生死未卜，佢哋就忙於着起粉紅背心，笑騎騎影相。睇見呢個例子，再遙想文人所言嘅俗不可依，相信正常人都有同感。竹同文人好有關聯嘅另一項係佢哋所讀嘅書。上古時代中國人嘅書籍用竹編成，竹就唔係斬落嚟就可以攞嚟刻字嘅，而係有殺青嘅工序。所謂殺青就係用火烘烤竹枝，逼出竹嘅汁液，令竹乾燥先至可以使用。南宋文天祥過零丁洋嘅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中汗青就係烘烤時竹枝流出嘅汁液，比喻為史冊。文天祥呢句就係自然準備壯烈犧牲，遇上一片丹心可以喺歷史上留下佳名。古代文人重視名節，咁會招人非議，批評佢哋沽名釣譽。如果稍讀歷史，就可以發現睇重名譽都唔係太衰嘅，佢哋處事仲係有所節制。更可恥嘅係現世壞事做盡，睇嚟唔理名譽，但係勝者為王，改寫歷史，有無獲後世認可？呢種人正正可以用罄竹難書嚟形容。呂氏春秋季下紀明理講道：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經粵之竹，猶不能書。只用盡一個地區嘅竹，仍然未能夠盡錄壞事。後世沿用呢個講法，最出名嘅係出自《舊唐書李密傳》：罄南山之竹，書序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成語罄竹難書就形容罪惡多到無法盡錄。如果嫌正直有節、名垂千古呢啲嘢陳意過高，留有文人宣賦嘅氣味，古人仲有實際嘅一面，察看竹嘅韌力加以發揮。清代鄭燮所作嘅書畫《竹石》上面題詩話：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懸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以東西南北風。呢首詩描寫竹喺岩石嘅裂縫裏面生長，面對急風仍然可以堅立。竹無法選擇生喺邊度，但係落喺可成長嘅土壤，抓緊泥土不直向上，面對烈風暴雨，臨近歪倒又擺翻去原處。睇嚟脆弱輕薄，原來堅韌無比，唔係一味剛硬嘅鋼鐵所能夠比擬。遇諸多磨難，竹不發一言，就喺該植根嘅地方堅挺不拔活下去。
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請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等我哋走得更遠。下條片再見。